來繼續來到宜蘭的蘇澳，當地居民慶驚舊年風風風颱淹水的噩夢會閣來一屆，所以鎮公所前一天就準備8,000個沙包，讓民眾來領，但是也是無夠，再去閣追加1,000個。另外，這個國軍嘛進駐到災防中心，全面備戰。過來民眾一手換一袋重酷酷的沙包，攏總要甲沙包搬去咧後斗。另外一邊出動重機具吊掛沙包補充，包圍風颱特別來呀，所有民眾做好備戰。前一天發放8,000袋沙包，今仔日早起閣再追加1,000袋。這個昨天沒領到啊，第二個是昨天都已經發6,000了，其實大家還是很緊張啊。像那些窗戶什麼那些都已經也先封了，那除此之外，水溝該清的也都清了。那時候鳳凰颱風蘇澳鎮整個都陣亡，然後而且我們那一棟樓還停電，想說這次可以先準備看看。哦，兩家都干唔住的，我兩個家。這屆有點驚啊！上次沒有放沙包，沒有，唔係放過頭一屆了。在昨天呢，這個蘇澳鎮公所是已經陸續發出了將近8,000包的沙包，但是還是有很多民眾反映說呢是沒有領取到的，所以鎮長呢也趕快來加碼，在1,000包的沙包要來發給所有的民眾。等來聽一段鎮長稍早的訪問。昨天其實已經幾乎把整個蘇澳地區的那個袋子都把它買光了的，那後來另外購置了這樣成品的沙包了，就是希望能夠滿足民眾的需求。我們的清溝到現在都還一直在進行，只要有疑義、有民眾反映，我們就會馬上去把它清乾淨。那安尼，國軍更加出動2台 AAV7 兩車突擊車，也有突擊艇等等的設備，關到中央舊年風颱的噩夢，鎮公所嚴陣以待，全面動起來，導致防救災。